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2月12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先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湾今日增加8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其中有2个人是一对台湾的母仔，囡仔才3岁，是国内上细汉的确诊个案。国内水情要真严，有立委呼吁政府爱针对逐个月用水量伫咧1000度以上的工业厂加定收水池，水利署讲会搁再讨论。南韩超大幼囡仔嫌犯赵道纯今日出国，就包围民众组织，讲着爱伊赶紧离开鞍山市。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的疫情。今仔日咱阁增加8例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因分别是对印尼、美国甲英国入境。其中有2个患者，因是台湾人，是一对母仔，妈妈30多岁，囡仔才3岁。因是对美国返来台湾，伫咧隔离期间出现症头，落尾红验出有去胃着病毒。但这个3岁查甫囡仔，即马也抓做是台湾年岁上细汉的确诊个案。国内新冠肺炎境外移入一群增加8例，其中7例是730,732例，拢是印尼籍女性移工，年纪是伫20外到30外岁。今年11月27日来台，3人拢有阴性检报告。入境了后，加长工3人拢接受印尼专案采检，结果拢是阴性。检疫期完前再次采检，3人才阳性确诊。入境之后呢，在我们国内集中检疫所也做过2次的采检，所以如果这些通通算起来，当然就是说他总共前后做过3次的检验，那第3次的时候一起都阳性。728例是本国籍40外岁女性，今年7月到英国工作，11月27到2名家人返来台湾，第次检疫期间出现症状，就医采检才确诊。729例是本国籍20外岁女性，去年8月到美国读册，今年11月30返来台湾，也是第次检疫期间出现症状，就医采检才确诊。731例是印尼籍20外岁女性，上普诊数，今年11月25到5名同齐人来台，入境到当无症状，检疫期满自费采检才确诊，5名同齐人采检是阴性。733、734例是一对为美国返来台湾的母仔，分别是30外岁女性到3岁查甫囡仔。第次检疫期间，母仔小连续出现症状，就医采检了后，2个人拢确诊。同时，查甫囡仔也成为目前国内确诊个案中上细汉的确诊者。研判母仔2个人伫境外感染的几率较悬。在美国的机场期间，这个小朋友是有到这个儿童游戏区去活动，游戏区内的一些环境，比如说玩具啊，或者等等其他接触到，而直接或间接被传染。指挥中心表示，国内拢总有3位5岁以下确诊者，因为小朋友并不是重症高危险群，3名确诊幼儿拢无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另外，当日确诊的浙江大商甲大港旅馆也确诊的德国男性，2个人病毒基因数的比对，有计1-2礼拜了后才会出来，到时阵才会当厘清敢是同一个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继续关心台铁随风到高雄啊修复进度。即马台铁是无暝无日伫咧赶工，若昨高雄站发生工程车伫咧挖掘的时阵，无细力去弄着家己，加载2个维修人员伤势无严重。若高雄段今日是佫传出有键盘放落来，东正线拍算明仔就修理好势，毋过敢有载调顺利通车，就佫爱谨慎评估。9台乌头机来来回回无用，千分放落的土石，希望加紧抢修的作业。台铁随风站甲高雄站之间，测试发生遍布大面积崩起，地势往东部铁路中断几工。台铁人员继续伫暝赶工，想要到11暗8点外，头一摆发生意外事故。工程车倒铁路的时阵无细力自动，造成2名维修人员受伤，好在在送医治疗，已经无大碍。因为控速过当，撞到止痛档，那紧急送到基隆长庚医院以后，那已经在凌晨0时的时候已经出院，无大碍。90日透早已经累计清运8,000立方公尺的土石，有计13摆日会当将土石清运完，畅通东正线单线双向。不过工程人员却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岩盘落去侵入铁路，影响通行。原先我们看到是土石滑落，结果我们把土石8000方挖完以后，发觉是整个岩盘掉下来，是整个岩盘的整个岩盘走掉。
代替强调，下昼将请水保局地调所在地技术等专业资源现场勘查，评估监视简化其他工法。另外，13敢会当通车，爱经过专家来判定。记者综合报道。那即马国内水情是要真严，调研立委是拢讲着爱加强做省水的措施。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是呼吁政府着爱量早针对逐个月用水量伫咧1000度以上的工业厂，爱甲因加定收水钱。水利署即马是讲会搁收集意见，定出收费的细节。水情依然无好，在桃园县的苗栗公布第2期暂停引产，嘉南1期调组也宣布暂停引产。立法院法制局在个提出报告，讲可看未来可能定定安尼。立委提出应该加强节流水法，尤其对工业用水大户扣耗水费引起讨论。农业用水优先，那为什么农业先休耕，然后工业还是稳定供水？所以我就提出应该依照水利法18条，就是要赶快开征耗水费。针对用水的相关的一些这些工厂还是比较大的用户而言，是不是在盘点然后跟盘整，然后了解之后朝向是不是有订定相关的一些收费的一些基准？陈昭华表示，每个用水在1000度以上的工商大户，敢若占总用户数的0.12%，却是用30%的自来水。立法院2016年3读通过水利法修正案，已经沟通4年，也不到扣这个耗水费，刚讲是替人民的税钱为大企业节省成本。水利署已经跟产业界开过50多次的座谈会，那不过到目前为止都还在研拟当中，还没有特别的定案。经济部长王美花已经请水利署了解各厂商用水状况，经济部也要求每工用水1000度以上大户节水7%。水利署讲，因为每一个个案情形无同，必须详细了解、收集意见了后，才有法度定出扣耗水费的细节。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顶礼拜因为早起罪去互收押，昨伊是又搁去互指控讲违反香港国安法内底交给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条，搁加判一条罪。今日法官是甲这案呈到讲明年4月份才审，而且不准伊保释。那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杨尚贤，昨是已经去美国寻求庇护，伊搁伫咧面册讲，和厝内人断绝所有关系。有这所在互铁链链条咧，双手是用手铐来固定，敢若亲像当刑犯相款，互押上车。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12岁起互押解到西九龙法院审问。黎智英顶礼拜被控违反早期罪做着收押，在伊搁再互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内底交给外国，也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正做香港被控这个罪受理，若罪名成立，相关恐惊面临无期徒刑。黎智英被审问了后，搁互押回去。法官将案件押到明年4月16下晡才搁审问，唔准保释。期间也需要搁再还押看管。协助受迫害香港人移居国外平台撇防疫，在暗时发布声明表示，前立法会议员杨尚贤在1月30离开香港，已经到华府，决定在美国寻求庇护。杨尚贤也经由面册公开甲伫香港的厝内底人断绝一切关系。Sad to say, the situation is still worsening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ly, you may heard about Joshua or Agnes, like old friend with US like Jimmy Lai, was brought into the custody and they will spend probably years in jail. 杨尚贤因为政治立场，先后被北大议员的资格甲选举的权利，随后又遭到打压，甚至破产入狱。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伊认为一直互人跟踪，为了自身安全甲延续理念，所以决定寻求政治庇护。不过，中国外交部对着外国媒体质疑，安尼做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打击言论自由时，回应香港个案无属有外交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内政治的消息，国民党立委伫咧立法院提案，讲要冻结外交部加入 CPTPP 的预算，也打算要抬国防预算。总统蔡英文今日是向立委发声，爱因以国家整体的利益来考量。那中国的解放军今日是第3摆派军机驶来台湾，搁真罕机飞入来咱北方的空隙，但这也已经是这个月第11摆。
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共同出席台湾抗疫影片活动，要向国际介绍台湾防疫成果。不过，伫国内，国民党立委却是提案，冻结外交部对加入 CPTPP 的预算，也甲国防预算做删减。蔡总统调讲话话，加入 CPTPP 是全面支持，国防嘛是要捍卫国家安全，删除预算会互国际积极咱的决心。同样的，也是很担心哦，就是我们这样子的。大幅度的删除这些关键的防卫的力量的投资哦，那会造成国际间哦对我们产生一种误解，说我们没有自我防卫的决心。蔡总统强调，希望立委行使职权，要考虑到国家整体利益。而即阵美国在众议院了后，参议院也是11表决通过强式版本的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内容包含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并且确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加强合作中国。美国国会强力支持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防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这边对美国的国会表达高度的感谢之意。那但是国防是我们自己的责任，那我们也会全力来捍卫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空军总部位于台湾北部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可以进入我空域，依照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共军机一直侵略台湾，12更加互军事迷记录到3摆进入南方空袭，早起更加进入北方空袭。中共军机南北夹击，下晡也一度离恒春80公里。根据统计，这已经是12个第11天侵略台湾行动。咱国空军也用公布距离。记者综合报道。那明年台湾特别开放有正巴种的美国猪肉入来，将国民党立委新智慧甲公民团体今仔日是去立法院门口绝食表达抗议。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叫新智慧着爱保重身体，爱理性讨论。那地方县市长是拢呼吁，只要有正巴种的猪肉，拢着爱标示好清楚。不过苏贞昌表示，那准讲用法律来设定买卖标准，安尼未来别个国家也会用同款的手段来保护。近百名民众摕着抗议的标语甲旗仔，集合在立法院大门口进行抗议。国民团体民主监督联盟对政府进口莱克多巴胺猪肉表达不满，讲要集合更加多民众包围立法院。我们就从今天开始，记者会结束之后，我们就在这边埋锅造饭。卧薪尝尝，不要走开了，大家说好不好？而整立为新智慧就发起野姜花静坐运动，并且以绝食方式表达拒绝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立场。新智慧讲会号召民众参加，并且对民进党立委施加压力，要求支持莱克多巴胺猪肉的委员拢爱记名表决，负政治的责任。新智慧也强调，伊的绝食到昏倒送病院。智慧在这里。一个前立委的身份，我坐下来绝食抗议，要求我们也代表人民，我们希望立法院的立委们喝大卖照，对历史负责，对你的选票负责，对你的人民负责，记名表决12月22号以前。而前民进党立委柯永秀也跳工到现场送炭啊，为新智慧加油。行政院长苏贞昌爱新智慧保重身体，呼吁回归理性讨论。对着双北市长话话，进口猪肉爱清楚标示内底，也是直接标示无含内底。苏贞昌讲，用法律规范强制标示，敢若引来其他国家的贸易报复。政府又不能用法律来限制或设定某些贸易的门槛，这样会被别的国家反而贸易报复，那更不好。立法院下礼拜一会协商开放内地9项行政命令的议决时间。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伫面册，搁再向蔡总统话话辩论内地，呼吁直接面对民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头一件罢免里长的案件。台北市长郭文铁就任了后，就积极伫咧杀社岛的开发案，支持开发的居民就接见里长谢文嘉出手主动开发，所以提案要来甲伊罢免。今日罢免案登票的结果，同意罢免的有515票，若无同意的1666票，罢免无成。16拜六早起，树林福安国中的走廊排队排真长，福安里的民众拢摕着身份证来，就是要为台北市头一件里长罢免案来投下因新生的一票。我们很支持里长，因为他今天是为了那些弱势。做10万年的里长啊，安北开
半摆里面大话啦，阮的心声要讲拢无得讲。社岛禁止兴建超过50年，台北市长郭文铁2014年上任了后，推出开发社岛，不过开发派甲主张最好落实安置的自救派，多年来互相对立。开发派即期连任4届副安理长谢文嘉，传达开发错误信息，制造里民对立。提案罢免的陈金勇讲，若罢免成功，无的确会使互民众了解开发案。想要希望他做，但是他做了任内已经14年了，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做，大家都看得出来啊。里长谢文嘉服务处门口来了袂少支持的民众，规工卡来加油电话也无停过。谢文嘉讲，家己替弱势民众争取权益，相信里民大家拢看得到。有厝无地有1000多户啊，他们说没有低收，低收有396户，所以讲因无了解干，因为想要开发，想要趁钱，对无？钱大家爱有良心啦，对无？所以讲我今日我是秉着我做里长的责任。不同意罢免票。同意罢免票。罢免案伫下晡4点截止投票。士林区公所统计，法案里有效投票人数4284人，即摆有2191人投票，投票率超过50%。5点15分开票结果公布，同意罢免515票，无同意罢免1666票，罢免案无成立。记者综合报道。中天新闻台电视频道伫咧昨行入历史，今日开始拢改做是网络播送。不过网络经营的收入敢通有够应过中天伫咧做电视的成本呢？而且网络频道的内容设计也有收看的族群拢有争差，这也是未来中天就要面对的新挑战。请立刻订阅 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经营26档的中天招牌求重心，对电视刷来网络24点钟直播。3年3万个粉丝正在上线，好，记得呢跟我说早安的刷牌加1好。主播伫线顶继续放送中天新闻，而且参网友来互动。若对网络平台的主文人数来看，12号早起就要到109万人，观看的人数嘛有3至4万。比对其他新闻台，会使讲真侪人咧关注。不过这款声头，若继续照过去的模式这部新闻，通维持偌久。单纯的中天新闻这样子的内容，完全平移到 YouTube 上面了之后，是不是能够吸纳这么多人？如果你回到内容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差异化，愿意大家用付费订阅你的方法去支持你，而不会只单纯的靠广告这件事？目前在台湾，看起来做得很成功了。还是很少嘛。大数据公司的营运长林慧珍讲，中天新闻敢若只有英国方式做内容，要行久确实是挑战。掠准佮用其他网络新闻业者的经验，可比 ETtoday 也是 UDN， 敢是会当起出路。如何去充分整合它的现有的网络资源，来维持一个它至少能够打平跟运作模式，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中天可以去参考其他小司机牌的经验来思考看看。那照学者的分析，中天转战网络，对内容原本的目标族群感受会调，以后的核心价值会是啥，拢是连面就爱思考甲面对的考验。记者陈雅文、谢桂玲台北报道。过来，咱来讲代替南回线电气化的工程，伫咧这个月23日完工，准备要来通车。有袂少爱拿批列车的买众，今嘛是拢赶伫咧22进前，佮要来坐车片XUV吹海风。代替讲未来拿批车的改名叫做改优号的列车，也会发包予旅行社来经营，继续走南回线。拿批列车是即阵代替为会使开窗仔门的火车，每天早起11点28分，甲下晡4点15分，分别对屏东的枋寮甲台东站开出一个班次。每一摆若是到假日，真侪铁道迷对全国各地拢会来遮坐车，尤其是经过台东道梁这段，旅客开窗仔门吹海风，欣赏美丽海景。我们的蓝皮列车是属于没有冷气的，然后而且可以开窗户。那很多旅客会从枋寮。尤其到多良这一段很多人会开窗户然后看风景。代替南回线电气化工程，这个月23就要完工通车，环岛铁路全面电气化，柴油列车会多台停开。不过，这种古董级超过50年以上历史的拿批柴油列车，是真侪民众少年时打拼工作，也是对外地读册要回去厝一定会坐火车，充满无限的回忆。这阵传出离开出最后一班就要停开，大家拢感觉真唔甘。想回顾一下年轻的时候有这种坐火车的那个印象，
因为来过很多次了啦，想说也快停驶了哈，所以说就赶快把握机会。代替表示，拿批列车停开了后，会进行修理、改做加油货，也完成发包予旅行社经营的包车业务。预计明年4月了后会去复开，提供办外旅游的铁道路程。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大东公线，今嘛咱来讲嘉义县太保市的南新国小，以在地水牛厝的历史出发。今嘛讲伫咧校园内底起一座水牛形体的游戏场，要互囡仔兄囡仔仔踮水牛的身躯爬悬爬低，搁通处流浪。但今嘛这个所在也被入选教育部多元特色的游戏场。囡仔哪行哪跳比小吹，佚佗甲真欢喜。这个亲像一只水牛的空间，是嘉义县太保市南新国小的特色游戏场。学校表示，囡仔伫咧遮，唔但是佚佗，嘛是咧学习。小朋友在里面的群体的一个互动，然后躲藏，然后甚至里面比较窄小的空间，他还要用爬行的方式，那变成小朋友在里面其实是更多丰富的游戏，而不是一个人的游戏。是之前那个溜滑梯只有1、2、3年级，4年级因为那个不太行。为要改善学校内底佚佗面，学校开2档的时间规划时间，加入在地水牛厝的文化。嘛，互这座水牛城堡整座分家地区，唯一入选教育部多元特色的游戏场。这个经过22县市到教育部做一个竞争型计划去争取经费，那我们完成了这一座是云嘉嘉地区的第1座特色游具。旧的比较有一点无聊，新的比较有一点很好玩啊，因为还有草地，因为这个溜滑梯有转弯地方啊。学校表示，这座水牛城堡亲像一只水牛趴咧休困。当初县政府甲公所拢有补助经费，不过也是无够，是学校的老师甲学生举办义卖募款，才顺利装着需要的经费。所来阁要豆豆来调整，希望互囡仔在趣味阁安全的空间耍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明仔天气变化啥款？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先来看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8度。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东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伫咧金门平遥马祖14度到2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下暗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